一般戰地注意事項：一、打破組織迷思。每個抗爭者都應該當自己係一個獨立個體，即使參與任何形式行動，係現場，應該有單獨行動嘅自覺。一般大型行動上，所有參與者事先應該研究地理環境，例如場地範圍、橫街窄巷、預算警察或敵人布防或引起衝突之高危位置、突發事件走位路線等。二、事前準備。每個抗爭者應做足自我保護準備，不論選擇穿上防具、帶備護身武器、鍛鍊過的身體，是進行抗爭的基本常識。而保密方面，面罩需準備2至3個，便裝外套、帽、手套等。交通費上盡量避免使用八達通支付。如有同伴，現場溝通工具可選擇使用對講機或保密性較高的聊天工具。3. 現場運作。一般抗爭者只會跟隨遊行隊伍，或於現場衝突時進行介入。但大家亦需留意，若衝突當刻之地形或敵人布防並不合適作出衝突，則可免則免。而如閣下有同伴存在，應分散於不同位置，互相通報各位置之情況，如警察之變動、藍絲之去向、戰場上情報量多少足以影響大局。4. 衝突。假如發生衝突，需留意四周有否記者或戰友拍攝，如已經做好身份保密工序，而又有記錄鏡頭，則可因應情況而選擇還拖、救人等工序進行。當然，如該衝突為無目的或無目標，則無需理會，因有可能為佈局令熱心人士白白受傷被捕。5. 離場。離開時，盡量先到公眾地方或沒有閉路電視之地方進行換裝，再乘坐無記錄之交通工具，例如小巴、渡輪，以防止被跟蹤。最後，再提醒大家一次，切勿對任何組織產生依賴，因為任何組織皆有實體與敵人攻擊，故無法進行太多有機會被事後攻擊的行動。所以，無組織之抗爭者主要進行實戰行動，而組織者則在於號召及分散警察注意力，及因應現場情況作出資訊發布。